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澳洲大型連鎖超市 Woolworths 宣布下調全年盈利預期，並推出價格凍結措施，以應對持續上升嘅生活成本壓力。公司表示，受中東局勢影響，國際油價上升，加上通脹持續，令消費者支出更趨審慎。同時，供應商同物流成本上升，亦為營運帶嚟壓力。為咗減輕顧客負擔，未來3個月將凍結約300款日常商品價格，包括雞蛋、麵包及肉類等基本食品。管理層指出，隨住營運成本上升，加上控價措施投入，全年盈利將難以達到原先預測上限。公司行政總裁表示，喺高利率同高油價環境之下，家庭預算壓力持續增加。企業需喺支持消費者同維持供應鏈之間取得平衡。有分析認為，喺通脹同生活成本壓力持續下，價格凍結將成為零售商短期穩定市場嘅重要策略。澳洲政府近日更新對香港嘅旅遊建議，將風險級別提升到高度謹慎，提醒前往或經當地轉機嘅旅客需留意相關法律規定。根據最新提示，當地執法部門有權要求旅客交出電子設備及密碼，即使只係短暫轉機，亦可能適用。拒絕配合可能構成違法。同時，相關法律涵蓋範圍廣泛，包括香港國家安全法，其適用範圍甚至可延伸至境外行為，例如社交媒體內容，違規者或者面臨嚴重刑罰。此外，自4月30日起，喺香港攜帶電子煙亦屬違法。即使喺機場範圍內，亦唔例外。當局亦提醒，喺特定情況下，相關人士可被拘留最長16日，並可能暫時無法接觸律師。值得注意嘅係，相關警示發布之際，澳洲赴港旅客人數正持續回升。分析認為，喺國際旅遊復甦背景之下，旅客出行前應更加留意目的地法律風險，以避免觸犯法規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